掛佇服務處這100個活金標本，一隻一色水甲，連目睭甲金馬毛攏保留相當逼真。這攏是來自大安里長陳水和的好手藝。對着自細漢掠金馬補貼經濟里長來講，對屏東來台南打拼，佇花邊飼金馬40多冬的經驗，意外發現有一款特殊的紅狗蝦會去食金馬肉，嘛互伊突然有一個奇妙想法來做金馬標本。佇無輸注通成條形體以後，只用快打固定，無特別的工具，最後上色，安尼1個月時間完成，嘛互里民專程來參觀而落甲。作品內底，我是感覺這隻吼，伊真正我感覺伊霸氣足有啦，伊這個形體袂差足活啦，伊張足厲害，啊這一隻色質攏無共，伊用心良苦。伊的創造力很好啦，內底也足濟，外口也足濟啦。從以前我感覺伊咧做物件起來攏足水足好看。當要做這吼，第先就是有一種的心靈感受，然後再去慢慢去甲了解。我做足濟失敗的，做有夠濟失敗的，是因為第一，伊的錢啊無夠定，做起來伊嘛有腐味啊，伊這嘛腐味啊。金馬一定要有夠定做起來，伊的殼帶我都保存掉的。里長回想第一隻擦綠色的金馬標本已經將近30冬，當時已經將作品套上台語的7字仔來抒發民主理念，加上陸續的靈感來傳達伊製作標本的心境，相當趣味。伊嘛特別贈送1包給安南區長魏文貴。他說：“這個整個螃蟹的造型是完全是真實的螃蟹。”當一起我就問咱里長講，若螃蟹內面的肉攏安倒去？他跟我解釋說，原來有一種狗蝦搬運的方法，把裡面的這些蟹肉呢，攏吃了，自然伊的存殼就能夠保留，把我們的螃蟹殼保留相當的完整，然後讓它來創作。水河燙褲坐岸邊啦，甲我架起一尺遠啦。藝小掠來做標本啦，記者你嘛講想啊濟，甲我架一尺遠，我有遐長無遐長啦，是甲我的褲架起一尺遠啦，想濟啊啦。已經擔任4屆里長陳水和，用伊飼金馬豐富的經歷，拄仔成為一本我的教科書。透過標本的創作，嘛是伊甲里民互動真好的話題。台南新聞郭文吉採訪報道。